杨素英大娘娘千里迢迢赶到北京，要想辣营部堂浪向稳定被告上。光绪6年10月28离开浙江，一路浪向吃尽千辛万苦。赶到北京是11月26日，足足拉拉路浪向只有1个月。到至北京，辣陈昂、珍宝灶、珍马铺里向待过一夜。今朝大清老早起来，11月27才要到城里向去见一个人。啥人呢？自家的老东家，现任刑部侍郎华东寿老大。要求大人帮忙，还有啥名字我上次随便那还难要真。大娘娘老早起来，胡子一塌，干净衣裳，青布头额，青布的面孔，头浪向紫花布包头。浙江读书人李明写给华大人一封公信，为自家兄弟杨乃武写了一张上纸，呀呀呵，忙声淡淡里向一看，赶到城里向沙漠互动，华公公没得说，大人上舌俱家，为分为主了。那么底下人要紧领大娘娘到房厅浪向先见华东寿的娘华太夫人。太夫人现在坐辣房厅浪向，闭目养神，那浪等一个人，还是等杨素英啊？哦，大娘娘今朝来，太夫人哪会晓得？那么等啥人呢？那是等自家的儿子华东寿少罢归家，要房厅请安。华大人虽然官复三丈，今年50多岁年纪上，但是个小子。每日天来规矩，见好皇帝么要回转来见自家娘客团请安。太夫人对杨乃武搿桩案子非常关心啊，每日天问上问下。昨日儿子回转来问里上，杨乃武搿桩事体到底哪？胡钦差个转账来了。华东寿对里说：“娘娘放心。”胡钦差的转折尚未得多，看上去该趟么问题不大。太夫人想，今朝胡钦差的转折不知也来了哇！只听见市民钟浪向当当当当敲九鼎，太夫人倒奇怪。哎呀，平常人家搿些辰光，儿子应该回转来着哇，今朝哪会分转呢？阿为食堂浪向，今朝有啥要紧事体？那有点兴奋。太夫人今年73岁年纪，虽然年纪大，精神短寿呀，倒是没法同意。平常人家和蔼可亲，不假子，但是脾气更热，性格和尚，发起火来了，嘿，那是和夫上下。看起来3分惧怕。现在身边两个丫头，一个叫冬梅，一个叫翠菊，正浪等儿子回转了。嘿，那是底下人进来通报，这到杭州一家大娘要求见太夫人。啊，什么呢？杨素英大娘娘来。哎呀！大娘娘搿些辰光到北京来嘛，看上去肯定为着自家兄弟杨乃武搿桩案子，也为得胡钦差糊涂立案，费事牛判，甚就判杨乃武死刑。那么大娘娘赶到北京，求自家的儿子要帮忙。哎呀，想想大娘娘，倘若钦差大人判治死在时，我儿子力量会打不过。别奇怪。人也来着，请你进来，门子再讲。所以一声吩咐，冬梅是太夫人，说得为先，请一家大娘快快进来相见。是在正太夫人吩咐。东梅话的得，最得给打门跟水门，门里
望一下。老娘娘，太夫人请来，进去啊！是，来了。杨瑞英大娘娘，为子救自家兄弟杨乃武的性命，千里迢迢狗奔进京，大概的爱上能够救他夫人帮忙，门在银幕大滚顶杯，搿张嗓子真兄弟为于闻名的事吗？现在当年啥人？就在房厅跟随对李香一口哟，这可见他夫人做下来。加上现在辰光大娘娘看见的他夫人，整个三个小囡看见自家亲娘一样，忙着里向吓破破进去，大里向双膝跪下，又向王郎喊上太夫人救命，喉咙口出来罗里喊得去。昨日巨浪大浪，板凳躲上口里么眼里，哎呀呀呀！大娘娘须得如此，快快请起。那么总算一口气围住来，汪浪一声：“呀，太夫人，你呀救命！”听见你一开口，哇啦叫，救命嘛别说的，肯定杨乃武神女破此事。哎呀呀，大娘娘何用细语？有人说话嘛，你快快起来，受了再讲。太夫人，可怜我的杨乃夫，在这家被细心的顾友，个个相候，心思不必。那后钦差糊涂了哎！乃夫人不得进京，又在银武堂顶杯上哭，去府上的大人也出来帮忙。呀，太夫人，你要救命！一听嘛，十头为子杨乃武个桩事体好清楚，神女为时牛逼。哎呀，有闲我们来起来受旨再讲呢，去了地方哪来事？大娘娘，不用伤心，领地有望，一定要设法营救。你快快起来，有人说话嘛，做了再讲。对他夫人看看，还是我还起来。我今朝不起来也住了地浪向，就得来他夫人能够拍胸脯帮忙，门在我兄弟足心为于闻名的事吗？太夫人，我的内是有望的呀。
如此，他夫人听你讲过，一面哭一面讲，滔滔不绝，哎呀伤心。大娘娘，你不用如此悲伤，待等我儿回来之后嘛，大家商量商量，送上建议，再做事宜。而今嘛，你与人说话还是起来说了再讲。那么大娘娘觉得奇怪。哎呀，你太
脾气呀？眼睛骨里看不过，耳朵不闭，听不进，谁也把天使来，性格直爽，脾气更实。今朝我侬兄弟有行事体讲不难听，你那么的无动于衷呢？那么大想啥？我临进京之前，只讲个被读书人黎明下海封公信来，倒不是让我拿封公信快点拿出来让你看。搿被读书人呢才认得了呀。像我面浪向不看嘛，东乡面浪呢也要看看，真叫生面不看，看不面，快点拿出来。董娘娘随拿身边搿封公信，啪拿出来。太夫人，我的不了之忧，你是之神，议论纷纷，系列公信，让内夫人带在身旁，请太夫人开。我的走过来，再到水里手不太夫人，太夫人打。搿封公信拿到手里，一看信封浪向哪像你？与一样是米生小同州老大人代起名内些，金子穿出来一颗花油，上上一大片三头上。那他年纪多大？眼睛有点花在，那么喏，旁边茶几浪向眼睛豁子打开，蓝光眼睛大一大。当作惊人，举目观开。夏老大人军纪分享十房97进义公里丁银彩教不人许定府大宋香梅等出居里门每年高峰爱生意义。搿两句啥个意思讲？搿个是开场白，客套闲话，就是讲拿下头人辣辣井里向做过官绅结合，爱民使子，两袖清风。你同乡读书人听起去，大家心里向非常开心嘛，非常钦佩。那留下来么正文来，就是为之杨内务的造物子。太夫人从头至尾看我嘛，这封信写得哎呀哈，正是为叫假日离神，拿出资1万两银子要买这封信，没办法嘛。从现在闲话讲起来，句句把事实讲道理嘛，铁证是三。下头36个人联名签名盖章，侪是这讲名望普普的读书人相声。华太夫人还是这讲人，对不少人自家非常熟悉，也非常佩服，理到身家性命担保杨内务冤枉，要求下头人辣户口司法之中从长计议，再作大理。就是要没办法当中想个办法，要救杨内务性命。这将也许人公心事所实在，领地确实有望。但等我儿18归家之后，一起商量一个办法，搭救领地的性命。你还是快快起来！哈！阿是你看这个一封公信，你为不拍胸脯？哎呀，可是我活个子，为子救兄弟的性命，我千里迢迢各奔新京，半路拉把他讲的家兄性命啊送。我顾大概他回来回去，谁是要求你太夫人能够把命来进这不答应，不怕兄弟，我兄弟为啥死嘛？该些辰光董娘娘发自这个罪，去拉地浪向，呀太夫人，你一定要救我的性命哎呀，人就不肯去的嘛，住那地浪向，蹦蹬多上浪口。这男人啊，哭法子，那今朝要哭死了我听浪向，那么哪弄法？哎呀呀，知道难了。
回到堂里，楼看一声声红颜名，哭不休。他要我从中想出问题机，谁把养生心灵累？那么我现在还能拍胸脯呢？哎呀，我一拍胸脯，儿子呀龙江脱了。像我此刻已能轻看云，那么我回头里，我不来是个没办法帮忙给，好不来个。这讲个班读书人里读班有头才要讲个呀，是我为人做事不忠伪，这口几个大娘娘蹦蹬蹦蹬倒上了特别，哈夫人心里想难过啊。他哭地里问当人一的说他夫人的心上没事，看起来哭得是个嘛，自家鼻头里向还有点手里眼睛里向还是女在。来我老来一双泪，但是老他眼里还要下来，不晓得哪能给哭。你一看王庭浪向人不是，阿头佣人阿妈娘姨，大家侪辣出眼里，但是哭个样么子也过人的呀。他们乱营营，都像浮尘开。他猜猜猜，你不允但不该信。两个阿头一看，哎呀，他夫人啊，你今朝身上哪是个样个家？搿大娘娘哎呀，做眼里哭个无不的。蹦蹬蹦蹬，就那地方十个口头就奶奶在现在胸部还不拍的，那么两个阿头也帮忙着。哦哟，两个阿头还是好心肠哟！看见大娘娘十个么看不过去，你大家帮帮忙，也就过来么的，他夫人是跑通通去下去。他夫人啊，你先看大娘娘，可难答应着呀！是呀，你们心上蛮嗨个呀。是呀。他夫人啊，你平常辰光嘛吃观音蔬菜，今朝种嘛么，你中国一帮却是不帮么？三个那个种观音蔬还是白吃脱着呀？啊，搿句话当难听了海话。今朝我不拍胸脯，不帮忙，平常人家观音蔬白吃得是。哎呀，他夫人，你先帮忙着呀！那么路家的。哎呀，我今朝不拍胸脯，不帮忙哎，我大娘娘不肯去了嘛，阿头佣人阿妈娘姨，大家侪不肯去了，那么哪弄法？这个嘛，他夫人再一想，这个叫当你老婆前头大一头，
现在拍子胸部再说，等到儿子回转了，大家再商量哇。对。哎呀呀，大娘娘，是不容许此上帝，领的之事，在我身上，是我当三只胸部，一把嘛，代理哥哥，哪能总归过起来的？哦，大娘娘那么重视松腿看去，他夫人怕胸部子呀。都是太夫人知命之恩。哦，下次他夫人是呀，下次他夫人在。人都是俺去经杀个名堂讲，所以弄都不懂，快起来。是。那么两个丫头一个进屋大娘娘去，那么边浪向凳子上身体受定，一个丫头在里向搞块毛巾。让大娘娘眼里卡卡哭嘛，还有一个丫头在里向带子杯茶，让大娘娘喝口茶嘛，平平气。他夫人已经关着啊，冬妹到外头去，生小要生小姐还是要请得来见自家的先生来磕头。那么生小要生小姐啥人呢？我同是一个儿子，一个囡儿啊。一个囡儿今年17岁叫华光正，一个儿子今年14岁叫华光志。搿些辰光了，唐西镇来公馆里向嘛，杨瑞云大娘娘走过里多先生，搿里多说字，小世界，师生的里感情得来得个哈。杨高头一听啥么子啊？先生来着，我是搿是一记口口的，来得个开心。非但生小要生小姐来嘛，而且华东州个老高县、华东州个妹子大家一道进来见大娘娘。大子里向见礼仪别么大家分定收定。呼，所以大娘娘一看那个家人家是一盒子，你看呢？来的东西我发写个天真不怕。哟，太夫人，你看不去意。是哪里话来？想我风烛在你，恐怕不拘神谁的了。太夫人是哪里话来？太夫人四辈欣然，地上天之福，一定是比那谁不是东海。哎呀呀，大娘娘，你说得好。那么他夫人问你咋？杨乃武个张天不得的呢哈？你啥辰光么离开浙江？该啥辰光到北京？该现在么待过了罗大。大娘娘一时讲得他夫人听，他夫人一听，佩服啊！这个大娘娘真是女中豪杰。为子兄弟杨乃武有话，千里迢迢赶到该到北京啥么子？预备了啦，银武堂浪向滚顶板高上。路浪向吃尽千辛万苦，非但后山镇浪向一场大毛病，先将性命都送嘛，而且都是还碰到强盗了。幸亏有个姑娘叫王金玉，相救一路护送进京。你听什么的？现在个金玉姑娘已经成为大娘娘魏国门的新妇子，她夫人心里向倒蛮开心。大娘娘是谁嘛？应当领着对小夫妻到此来，大家相见相见。真太夫人吩咐，是一定带领他们前来向太夫人叩头请安。真好啊，太夫人，先后钦差的举止，叩身大真。我儿昨日少把回家，他是后钦差的罪怎么尚未大进？哟，喂，那么大娘娘终是一定心。临进京之前，好兄弟杨乃武对自家说：“啥叫你家下进京一定要快，别也够了后钦差举职之嫌。假使举职嫌的，你哪怕滚顶杯，还是把滚，也在分担嘛。哦，定心。啊，太夫人，向夫上的大人叩身归来。是哥嘛？把那大娘娘提起，他夫人想着啥？
只听见市民钟朗响，当当当当，已经快11点钟。哎呀，哪该些辰光儿子还分走家？太夫人有点心不定着。冬梅，是太夫娘。说得为娘，等于大人。大人回府嘛，叫他叔叔进来，就是杭州一家大娘，与叶氏相聚。是请太夫人吩咐。冬梅等一声，得，吃给他旁听。等外地书房间里向一看门，大人分走过来，门两一样么是大概随也出。咁冬梅想随也出门，我非要回进去，所以立了给他中门跟随啦啦。等，我觉得你都在浪等大人。来着。高龙响一辆马车，嘎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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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中给他数码互动，何公官跟随来，大人就坐了马车里向。哎呀，这辆马车还是何大人的自备车哦。大人两手清风，一身利剑，不是台车，是家浪向的家车，常在居家用语。大人说那马车里向都是闷闷不乐的上书都退，为的啥家？都是后清查的罪责，昨日压力向到不尽。今朝周龙祥刑部上司桑春勇罪名升上。直到杨内务小八才痛改满名啊，行政裁决，因此死罪。西他于此别拿到手里，堂堂拿杨内务特别是两高的名字，求他们杀刑部名字发封文，到此讲拿杨个帮扶营上民政敌人。胡同如听，哎呀，那么隆重。明晓得衙内有望不能相聚，心里想哪表人讲，受了马车里向闷闷不乐嘛，都退上去。那一片忠心不受戒，两朝死去梦中恩，下官下同志，想我。为了这项杨内部一案，十分心力，周折到度，屡次批陈。是非老辈钦差何才来到这项重审此案，欲能超生，这超生之谜语，本着大于希望。哪里知晓这个何才来呢？生命是重，生命是轻。进入第日牛头，周折到度，真是荒谬绝伦。老不以支持市民，深知意下。哎呀呀，杨内部啊，杨内部，并不是我同事岁岁帮过，实乃儿名为所差，我否认为力地了。都人吃啊！现在不是浙江个边部长要里死，现在是皇帝的司太院要里死，么死得来咯咯哩哩，太车上边哪点难个？马车蛮快，不几乎辰光嘛，大概到河公馆跟随停车子下车子，车子开上让车子走，那么喏，当人忙中里向进来，到书房里向。有请沈郎乡的首务，下特无一声臂章，对打锅边三嘛，四线就是门里的这么一头3趟过咖啡，不把不过，所以要打嘛，啪嘛一声不个哈子。啊，说娘我在里向就是家娘吧，娘对个桩事体非常关心，门上门多。那么我对娘说，娘啊娘，从今以后，杨内务桩事体呢，抛在脑后，你再问还不用。注定一语，李启生那么忙中里向进去，最多给他中门跟随。东门口门，哎呦，大人来着！哟，大人啊，你出差来了。他夫人等此来啥有子呀？如何是的？那好几个
这个一家大娘娘来在，哪一位杭州一家大娘啊？谁是大师金堂来公馆里向高士先生？哎呀，杨淑英大娘娘呀！哈，杨淑英大娘娘来着。可是你来得肯定为自家兄弟杨内武当案子哇！你可真晓他到来如何事情啊？为此呢，娘家兄弟的事体。哦，实在为之杨内武的事体，不晓得娘呐哈，娘呢胸部不要来怕，那一发胸部你只要弄僵个啊！太夫人真娘啊！我对你说呀！哎呀，是事体实在大不够，一下子不能够做主，要等到那大人就来了，商量商量。为何这句话为啥得哈个商量商量天下通啊？那么后来怎样？那么大娘娘听太夫人这样一讲嘛，哎呀，急个啦！接上句下来，眼里烫烫的，不能多上磕头，哎呀，方主要磕三2块半得嘞！你混得嘞，方主磕3 2块半，我高头会吃得些个啦。后来怎样？不可，眼里磕得2米本。加油加的呀！不听见过眼里用米粉来装过，到底想要当然兄子啊！我不决定到此结束。